这条歌是台湾祖族的曲，然后已经过身台南新学院王真文牧师所写，真文牧师所写的词。我选这条歌的目的是要爱咱吟第三节啦，因为第三节咧讲咱爱做伙做梦啦吼，所以咱来吟一个第三节，吼，咱来吟一个第三节。预备，来。主基督愿向土你相思，愿着遐土地，遐土地，遐土地，河边公义我是过。照顾土地有大家，河边公义我是过，照顾土地有大家。这第二节、第三节做伙来吼，来，主基督，你听他嘴边愿。何愿通做梦，通做梦，通做梦，梦见夜景为了讲，记夜梦先高大张，梦见夜。情为了讲，伊夜幕先高大张。愿上帝甲咱做伙伫地。请咱安静心，今仔日的敬拜，请。就是手清气，心清洁，浑身无远假，救助无远无肯干贵的人，迄号人要得到耶和华祝福，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这会是找耶和华的族类，雅各的上帝啊，这是。爱见你面的人，这是三角来吟圣诗第345首。
会众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庭，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启文第9篇。也是诗篇24篇，我来读做伙来启用，做伙来用。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啥人会当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找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伊是必战必胜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伊是荣耀的君王。咱三角额头来祈祷，请通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疼阮世间人，因为阮世间人的罪，你差遣你圣子耶稣基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
用无罪的身躯来替阮赎罪。这种牺牲的疼，互阮有机会来甲主相连结，因为正做你的囝儿，天国的国民。主啊，求你互阮同教会牧者中职同工有对你来的属灵智慧，引带教会成做合主心意的教会，有疼心来守主的诫命，实行主的大使命，互教会成做福音的出口，引带侪侪人来归伫主你的国度。主啊，求你保守看顾台湾这个土地，互政府甲民意的机关会当互相来合作，互台湾成做民主、经济复兴的灯塔。阮确信，伫南袂话，总是伫主凡事拢会。主你也知阮肉体的软弱，若有心灵欠安的兄弟，无论伫病床中，伫家己的厝安养中，求主对你安慰，甲医治临到因中间，互因的心灵得到平安甲健康。主啊，求你也保守今仔日牧师的正道，甲会众的敬拜，正做芳的祭来献互你，求主来感纳。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看上帝的话，伫创世纪37章第1到11节，现代中文译本34页，现代台语译本73页。伫咱周报后壁页嘛有提供这个经节吼。我来读37章第1节。雅各徛起伫伊的老爸寄居的迦南地，下面是雅各的家庭的记事。约瑟17岁的时，甲伊的兄哥做伙去雇羊。伊是一个少年人，常常甲老爸的细姨撇勒甲斯帕的囝斗骹手。约瑟会将兄哥的歹品行甲因老爸报告。伫所有的囝的中间，雅各上疼约瑟，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的时生。伊甲约瑟做一领长手软的外袍。约瑟的兄哥看到因老爸较疼约瑟，就怨妒伊，无甲伊好好讲话。约瑟梦见一个梦，甲伊遐兄哥讲，因就搁较怨妒伊。约瑟甲因讲：“请恁听我讲，我梦到啥物？咱伫园内下袂困，忽然我下下袂困，起来徛咧。恁下下为得摆我会袂困。”伊兄哥应伊讲：“你兼真正要做我的王，真正要管我。”因就因为伊的梦甲伊的话，搁较怨妒伊。后来约瑟搁梦到一个梦，搁甲伊的兄哥讲：“恁看，我搁梦一个梦，日头、月亮甲11粒星拢在甲我拜。”约瑟将这个梦甲伊的老爸甲兄哥讲，伊的老爸就甲伊责备，讲：“你乌白梦，兼讲我甲恁老母、恁兄弟啊，拢要拍败你。”伊兄哥拢怨妒伊，
伊的老爸将这个事记伫心内，愿主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咱请社青团客来赞美，伊的题目是专心的你，全心的你。并请牧师正道，正道题目是最忙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愿上帝所赏赐的平安也甲咱做伙伫地。拄则我搁咧烦恼讲，迄个外口的声音一直来，结果无想到，就一阵仔尔就过去啊。这就亲像人生共款，人生有当时啊。有一寡杂音会伫咱的生命中出现，不要紧，有当时啊，小可停一下，有可能伊就会过去。所以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互咱伫咱所伫地所在，
真正领受到上帝所赏赐完全的祝福。所以，请甲你下边仔、甲你的头前、甲你的后壁的兄弟姊妹来讲，愿主赐予你平安。多谢，多谢，多谢。爱多谢咱兄弟姊妹有，我大概过去2礼拜有感冒，这个感冒我应该真久无安尼感冒所以我知影有真侪兄弟为我祈祷，爱感谢咱兄弟姊妹，嘛要大家讲，感冒的意思就是讲，上帝爱咱好好休困啦。咱若破病吼，就是上帝爱咱好好休困啦。我就是病目我哋病目想讲吼，着扫嘛准备好着起来开始做无用东无用西啦。结果无想到迄天暗时佫较歹啦。所以后来我着下决心讲，你若破病，安尼就是表示上帝爱你好好休困啦。咱着好好休困就好莫病目啦。愿上帝帮咱，互咱真正得到伊所赏赐的祝福。做伙来祈祷。主，你人民院是有限有罪人，时常你透过生命中一寡声音咧对阮教示，爱阮提醒阮，爱阮好好保守，甲阮的身体，甲阮的性命，甲阮生命中所有的关系建立美好的祝福。求上帝帮助阮伫遐来学着。求上帝也引传祝福带领，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19世纪心理学的学家弗洛伊德伫伊的册内底安尼讲，伊讲梦往往是人无安全的欲望，做梦往往是人无安全的欲望。所以差不多所有的人拢会做梦，然后可能有真侪人拢甲我同款，日时啦、醒来都袂记一啦。但是咱会有当时会感觉到，我昨昏做梦的款，总是有的人的梦会真清楚，隔天阁会记得。实际上，日时醒的时阵，嘛会眠梦，人嘛会眠梦。迄叫做白日梦，人嘛会眠梦，就亲像1845年英国 York 有一个12岁的查甫囡仔，伊伫迄个暗时食饭的时阵，伊的老爸就是药剂师，然后伫遐总是嘛是一个真热心的基督徒。暗顿的时阵，就伫遐安尼一直讲，伊讲非洲甲印度拢有人去传福音，谁若中国无？一直讲，这个12岁的查甫囡仔就伫遐突然间应声，以后我若大汉，我一定爱去中国做宣教师。当时伊的老爸认为讲，这个查甫囡仔他有可能对细汉的跟若要无去对细汉身体有够歹，然后目睭阁看无啥有。他有可能，你大汉讲要去做宣教师，无想到后这个查甫囡仔是现伊当时所讲的面梦，伊的老爸讲你做梦啦，然后伊真正就是现伊的面梦，这就是戴德生甲中国内地会的故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梦检采是人有可能是满足欲望，嘛有可能迄个欲望无安全的时阵。总是我认为，假使咱若将咱的梦放伫上帝的手中，检采咱人生的故事会无啥共款。创世纪35章的尾段咧描述雅各甲以扫的死，雷吉的死，以及便雅悯出世，这创世纪35章后壁的记载。然后这个记载其实咧讲，这就叫做人生。
人生是啥物货？生甲死拢交叉咧出现。就亲像传道书所讲，生有时，死有时。然后创世纪35章20佫报道这个家庭的大囝路边的代志。是若甲咧提醒咱讲，这个大囝甲老爸的细姨发生关系，毋单只是性伦理的事件尔，同时也牵涉到雅各这个家族复杂的政治关系。因为这嘛咧表示一项代志，就表示讲，伊若甲伊的老爸的细姨发生关系，表示老爸已经死啊。主张我有领导权，这个家庭的领导权的企图。然后36章创世纪36章详细咧记录以扫的家谱。这表达上帝并无弃杀以扫，总是这嘛无表示伊有大囝的继承权。咱真容易受新约的影响，所以掠做上帝的弃绝以扫，其实无。应该明确讲，上帝确实拣选雅各的后裔主耶稣。总是并无代表伊弃绝以扫。伫历史顶头，咱看到上帝确实会甲一寡人建立属于个人迄个特别的关系。总是这毋是上帝唯一的威信。创世纪咧对咱讲，上帝创造全人类，所以上帝甲每一个人拢有关系，只是咱知，就是毋知影，伊是咱的上帝尔。所以伫上坚持竞选的雅各的故事内底，上尾放入以扫的家谱，就咧对咱讲，上帝的拯救并无受限。总是这确实毋是创世纪主要故事的主线。所以，咱今仔日其实是对37章开始读。咱做伙来读创世纪37章第1节到第2节的 A 段，做伙来读来。雅各徛起伫伊的老爸寄居的迦南地，下面是雅各的家庭的记事。约瑟17岁时，甲伊的兄哥做伙去雇羊。记事，这个记事伫遮所呈现的原文，希伯来原文，伫创世纪内底总共出现13遍。近代神学家咧分析创世纪的文学结构的时阵，发现这字通常拢引起一个新的段落。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然后这字直接出现是创世纪内底上尾一摆出现。换一句话来讲，神学家认为这就是新的段落的开始，然后是上尾一段，就是创世纪的第11段。一开始咱就知影约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伊是雅各上疼的某雷吉所生的，现在已经17岁。做伙来读第2节的尾段，做伙来读来。伊是一个少年人，常常甲伊的老爸的细姨毕拉甲斯帕的囝斗骹手。约瑟会将兄哥的歹品行甲因老爸报告。赫尔本来一开始，赫尔本的翻译叫做伊是一个囡仔童子啊吼。啊，事实上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少年人，或是斗相共萝卜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现代中译本来翻做伊是伊的兄哥会斗相共的人，然后歹品行这样代志，伫原文是副词，毋是形容词，所以照原文迄个意思是讲，检采伊的兄哥
所做的无得开是歹，总是约瑟拢会走去伊的老爸遐报道，拢是伊遮兄哥负面的行为，听有意思吼？换一句话来讲，当时的约瑟是啥物人？当时的约瑟吼，就是迄种作奸的人啦。小弟吼拢去打明明都迄个偷啉一个羊奶吼，也无啥，结果就去来报告讲伊偷摕。无的确，这个品行是歹，总是伊去报告的时阵拢讲负面的，拢讲负面的。然后搁较歹的一项代志，伫遮就呈现出来。一开始其实就呈现出来。创世纪上7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伫所有的囝中间，雅各上疼约瑟，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的时生的。伊甲约瑟做一领长手领的外袍，长手领吼。歹势，长手迄个台语吼，长手雅各上疼约瑟，上具体的证明，就是做一领特别的外衫互约瑟。传统认为这领衫叫做彩色的，就亲像近代音乐节的微博，伊就做一个音乐节，叫做约瑟甲神奇的彩衣。咱会当伫网络顶头听到这个歌吼。总是这种看法，其实近代神学家、圣经学者大概全面来否定。是安怎讲？因为翻译做彩色这字，圣经内底只有出现伫正甲撒母耳下卷13章19节，总是将这字的翻译做彩色，其实是出对希腊的74译本。近代的学者咧译这字可能是叫做繡花，因为彩色伫迄个时代无啥可能有。了解我意思无？伫迄个时代的巴勒斯坦根本无可能产生有彩色。彩色的意思是足侪种色字呢。伫迄个时代根本无可能有产生彩色，所以近代的神学家有一开始是译讲，迄可能是繡迄个特别的繡花的图样。然后搁较侪的人是咧译讲。这字因为这字原文是出对阿兰文的手掌，就是骹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这领衫有可能比别人搁较长，听有意思无？当时的人穿衫无遐长，然后伊这领衫可能是长到遮，然后长到骹头尾，遐侪遐长，所以。现代的台语译本才会翻译做长手的外袍，所以不管安怎，这领外衫穿落去，大家拢知影，迄叫做约瑟，听有意思吼？这领衫因为甲人穿的都无啥共款。创世纪7章第4节，做伙来读第4节，做伙来读来。约瑟的兄哥看到因老爸较疼约瑟，就怨妒伊，无要甲伊好好讲话。约瑟原文的意思叫做祭天，所以台语那台湾话的名就会当叫做添丁的，也是招地。咱知影吼，添丁招地，这就约瑟啦，约瑟的名就是安尼啦。招地啊。好，对雅各甲瑞吉来讲，这个囡仔加添了真好。总是对伊的兄哥来讲，伊是无受欢迎的加添。迄时因若咧顾羊，当时的约瑟上少年，伊阁特别互人疼，有特权。所以，伊就那亲像一个互人生歹的少年人。
爱讲言啊话，主人即种小弟会互伊的兄哥讨厌，以及怨妒。然后伫一个家庭内底，有人得到的疼伤多，然后有人得到的疼伤少。那老爸只有疼一个囝，剩的囝呢？所以真自然，迄个怨恨就会生出来。特别是伫雅各即款复杂的家族关系内底，即种强烈的疼甲怨恨的情结，若生出来的话，一定有后手的麻烦。达贝哥这位神学家认为，约瑟的这领衫嘛有可能会当甲迄个上帝做互亚当的衫，迄领衫迄个字眼真有关系。虽然规段故事，咱也知影，伫约瑟的故事内底无讲到上帝，总是照故事的发展。约瑟其实是上帝加添伫即家，要重新塑造厝内底每一个人，包括伊家己，一个真特别的礼物。所以咱来看即种加添，一个家庭的加添，其实每一个人拢有意思。咱来看中，然后这个加添是特别的礼物。创世纪37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瑟梦见一个梦，甲伊遐的兄哥讲，因就搁较怨妒伊。出名的古约学者布鲁格曼，伊安尼诠释，伊讲当然伊爱做梦咯。这就是以色列受调要做的代志。伊生来就是爱做梦，免做工，免顾羊。咱来知影，对规段的故事内底，上帝作为就透过梦来显明。即时，伫即个家庭内底上细汉的囝，当时便雅悯还未长成，伊嘛只会当做梦，因为遐个兄哥伫头前的。拢已经占位占好势啊，拢出风头出好势啊，所以咱就听到约瑟安那讲伊这个梦，做伙来读《创世纪37章第6节，做伙来读来。约瑟甲因讲，请恁听我讲，我梦到啥物？咱伫园林下未困，忽然我下会未困起来徛地。恁下会围地拜我的未困。第一个梦真明显，就是权力的关系重新组合。传统上只有王才会接受人来拜，所以咱就知影讲，这其实是权力的重新组合。所以拜，咱若拜一个代志。人拜只有拜王或是神尔，总是拜的过程，其实阁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表达我甲你的从属关系。迄个拜其实有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梦是遮尔直接，所以伊的兄哥就安尼应。第8节，做伙来读，伊的兄哥的应答，做伙来读来。伊的兄哥应伊讲：你兼真正要做阮的王？真正要管阮，因就因为伊的梦甲伊的话，搁较怨妒伊。这兄哥的问，有可能是因直接甲伊读讲，约瑟你要做阮的王吗？或是有可能是当约瑟咧描述伊的梦，伊咧讲的过程内底，伊迄种心情甲迄种互人看起来甲用语，互因的印象。不过不管安怎。这个代志拢互伊的兄哥更较怨恨伊，也成做后面故事的伏笔。创世纪37章第9节，续落咱读到第2个梦，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后来约瑟阁梦到一个梦，阁甲伊的兄哥讲：你看，我阁梦到一个梦，日头、月亮、
甲在一粒星拢得甲我拜。咱搁读到一个拜的梦啊。约瑟这两个梦是遮尼具体，递到创世纪37章第10节刷落去，连雅各听了也害逃。所以咱来读第10节，做伙来读来。约瑟将这个梦甲伊的老爸甲兄哥讲，伊的老爸就甲伊责备讲：你有白梦，兼讲我甲恁老母、恁兄弟仔拢要拍败你。约瑟这两个梦其实会当直接解读，所以连雅各听了讲嘛，直接来责备。总是梦就是梦，伫圣经内底。我直接无咧分析心理学家的讲法啦吼。伫圣经内底，梦是上帝赐人的关系甲快乐。虽然有时阵甲咱当时的现实差真多、真远，总是这就是上帝的法则。因为梦会超越人的眼界甲实况。约瑟的梦是想象未来有一个新的可能，有一天新的权要起来，旧的权结果就互人质疑，甚至一暝间就会互人拍破。伫古代近东当时的人认为，特别的梦是对上帝来，所以爱慎重看待。所以，咱读到当时的文献，其实有当时所做先知或是君王所做的梦，拢写伫当时的文献内底。当时古早人拢认为，这个梦有神的显现甲启示，人的梦有真侪上顶的事物。有当时啊，你免诠释。就会当真清楚，有时啊需要一个人来解说。咱来知影约瑟第二个梦出现雅各、瑞吉加在列兄哥，这个梦出现约瑟的爸母，就显示约瑟不止要成做伊这个兄弟的头，甚至会取代爸母的地位。所以约瑟做第二个梦了后，创世纪37章11节，这也是咱今日所读上尾一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的兄哥老怨妒伊，伊的老爸将这个事记伫心内。对雅各来讲，即时已经年老的伊，想的是想讲我等会当甲我12个囝做伙做梦，做和平的梦，做好嘢的梦。总是当约瑟讲这两个梦了后，伊的兄哥就怨妒、怨恨约瑟。虽然雅各责备约瑟，却将这项代志放伫伊的心，因为就是这个梦，迄时听起来是遮尔无可能。总是雅各心内底认为，我相信雅各心内底一定认为这并毋是无可能，因为雅各本身就是一个做梦的人。伊伫别地里就做梦，伫梦中拄着上帝，所以检采伊上疼的囝也做梦。伊虽然喙力责备，检采伊心内底就感觉讲，我上疼迄个嘛，甲我共款做梦咧吼。当耶稣12岁，因全家去到耶路撒冷来过搬过节，当因大队做伙回去的时阵，伊的爸母发现耶稣并无伫人群中，因就真着急，就走回去耶路撒冷。3天后，伫圣殿中发现耶稣坐伫列比犹太的老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找到伊的时，伫着急的爸母面前，主耶稣是安尼应答。路加福音第2章5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应讲：恁若着找我，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
总是伊上尾也是乖乖对因转去。所以创世纪路加福音第2章50、10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后来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事事顺坦伊。伊的老母将这个代志拢藏伫心内。耶稣伫家庭、圣殿甲犹太会堂内底受塑成、形塑甲忠诚，所以伊真自然掠做伊的老爸老母根本免烦恼伊嘛，因为伊会伫上帝家内底。所以玛利亚后来嘛亲像雅各，将因的囝伫少年的时阵所发生的事件，甲因的梦藏伫因的心，无凊彩忽略，心存尊重甲毋忘，因为因知影未来并无伫家己的手中，是伫上帝的手中。历来对约瑟，伊的个性有完全无同的理解。传统的教会教导，拢认为约瑟叫做完全的义人。伊的少年的时阵，伊真天真、真直接，所以伊梦啥就讲啥。这表示伊是真直接、天真的人。总是近代更较侪人、更较侪神学家认为，约瑟伫少年的时阵根本就是互人伤害。因为伊渴望受到注目，咱穿长衫甲人穿无共款啊。其实这嘛是少年人所做的吼，有的人就是条工衫裤一定爱交破吼，迄下是少年吼。渴望受注目是靠爸一族吼，挖靠因老爸，所以伊就毋惊伊的兄哥自高自大，无顾别人的感受。因为17岁啊。伊一定知影伊做的梦是啥，所以伊明明知影伊做的梦会造成兄弟的紧张，互伊的兄哥更较怨恨伊，伊却偏偏去到伊的面前讲互因听。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一项代志：做梦，甲权力的中间。时常会充满紧张，因为权力是遮尔具体细小，伫这个世间，咱拢受到迄个权力无平衡的影响，就亲像做学生的时阵，迄个老师讲啥就是啥嘛，对吧？咱是无权力的人，有一天咱若做老师的时阵，咱会安怎？所以权力。甲梦想，权力是遮尔具体，梦是遥远、温默也未出现的代志。所以，这个时阵，事实上，约瑟是厝内底上受人注目，总是也上无路用的人。伊穿跟仔王的长袍，实际上伊是无穿衫的王。伊伫厝内底是互伊的兄哥看轻，虽然互伊的老爸所疼，是互伊的兄哥看轻无权的人。所以这个时阵，伊只会当做梦，总是做梦有时阵，却会当带咱行过遐个受压制、互人看轻的时。所以一开始，连家温只是单纯感觉做兵，阁会当出国，阁会当学法文。所以，伊伫阳明医学院毕业了后，伊就报名，伊要做兵，然后就报名迄个外交的替代役。想要到，伊就互台湾派去西非内陆的国家布吉纳法索。伊伫册内是引用智慧的人所讲的话。做伙来读这段经节，箴言16章第9节，做伙来读来。人计划家己的道路，上主引带伊的脚步。伊伫伊的册内底安尼写，伊讲抽到一号签，搁自愿去无人去的所在，检测
伊抽到第一号，所以会当拣啦，伊会当拣伊要去倒一个国家。结果迄个国家伊调工拣一个无人要爱去的所在，所以伊讲点菜有人认为这叫做罗曼蒂克，真伟大，就是欢喜牺牲奉献。伊讲对我来讲，拢毋是。真正要解说，我只会当讲，因为相信上帝掌管我的人生，我欢喜军队伊的引带，所以我愿意用相信甲军队，成做所有代志的理由。伫这个以外，家己的计划哪少哪好，那安尼每一遍我用信心下出去，我安尼行出来的时阵，伫旅程中每一个时阵，咱拢有迄个权利大声来质问上帝讲：上帝啊，你带我来遮是啥物意思？你差不多应该互我知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认为相信家己所相信的上帝，军队伊的呼召，这是咱实现梦想的开始。检测有可能，咱一开始所做的梦，搁那亲像巴布，亲像幻影，做梦也无可能啦，拢会互人笑。总是假使咱若开始去行。不管是咱主动还是被动，迄个梦有可能就会天现困难。就亲像即几工，即个美国棒球真厉害的即个小黑奥塔尼，大谷翔平。咱知影伊做即个梦，伊是伫伊高中的时阵就做一个梦，10当前，伊就写落来。讲，我要摕到世界冠军。当然，即摆还未世界冠军啦。总是当时高中生的伊，我相信无人感觉伊的梦算啥。有当时啊，咱的梦，我认为，咱的梦要紧的是咱开始去行。当咱开始去行，检测咱若做一个有上帝伫咱的生命旅程中引带的迄个梦，来试看卖啊！来试看卖，你就知影你做的梦，上帝要安怎成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阮伫每一个阶段拢会做梦。阮的梦想，阮的生命成就的，阮的梦想，阮想要得到的，阮嘛的梦想，阮意爱，总是到尾阮拢知，你无的确会实现阮所要爱，总是你必然，阮若顺服你的引带，你必然要带阮。伫你的手中，实现阮所做的梦。有当时啊，是出阮的意外，求上帝帮咱伫阮的梦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祈求，阿门。主将你的话。刻点伫我心。这是咱来吟圣诗第524首，会众请起立。你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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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即时来奉献，请吴文仁、萧素娥即时来施献。
听阮的主，阮敢为你守护阮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阮相信是你守护，阮才法度伫你的面前伫咧。求你帮助阮，互阮所献的一切，有你伫你的囝里，你的教会，互阮所行的、所办理的一切事，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即时来报告。咱报告的大声，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我先读一遍，煞接做伙来读两遍。人计划家己的道路，上主引带伊的脚步。箴言16章第9节，请。人计划家己的道路，上主引带伊的脚步。箴言16章第9节。人计划家己的道路，上主引带伊的脚步。箴言16章第9节。再接来看这个第一页。9月份的特州中级陈建州、尹丽芳、王业社服侍后礼拜服侍内容，咱请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甲主日学聚会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家己来看。小组聚会表，也是咱即个9月份家庭礼拜已经过即个主日的奉献明细，若有登达，请来接触办公室财务部。第3页消息报告，主日后礼拜举行圣礼典，第一场有圣餐甲洗礼式，第二场圣餐式，请兄弟有备心来领受。圣灵的洗礼是李金宇、黄巧玲、郑景成。第二，行政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三，财务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教育部会下晡1点伫701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公告，即个维护符合内政部个人资料的保护法的规定所以爱写个人资料提供的同意书写完咱交来办公室。第二，2024小会推荐中一个候选的名单，奖落是李进益、罗建成，这次是黄定益、陈素媛、罗建益、蔡乃平、黄东营、蔡怡如。10月7日，中职的选举日，当日2场礼拜合并伫9点半开始，请各位兄弟为候选者来代祷。教会消息：10月份祈祷会为新任的中职来祈祷。10月5拜六暗7点伫6楼副堂举行，邀请兄弟同心来祈祷。第112学年第2学期的入学金开始来申请，要申请的入学金的同学，将成绩单、影本，也是相关的物件交到6楼办公室，到10月7日来截止。第三，这个本2025上半年度这个堪白的行事历，请各部各团体首长伫10月13中昼12点以前，交回办公室来回证。
第四，2025年团契会长的名单：少年团契吴传兴，夫妇团契黄玉石，妇女团契苏依玲，得胜者团契邱湘林，社青团契蔡乃平，圣歌队屈信如，敬拜团郭宏斌。第五，2024桃园教会野外礼拜，日期是11月初10，上午7点半伫南门国小的门口来集合坐车，8点准时出发。地点要去真理大学，报名费一个人200，囡仔学童国小也是幼儿园一人100。报名请到办公室报名，是扫 QR code，线上报名等办公室缴费缴费完成，搭算讲报名成功报名了就无要去退费。欢迎亲朋好友一做伙来参加10月20来截止。10月到12月新港讲这个已经来到办公室需要的人来甲领取。这个少年团契统印我会摕来到7楼所以唔免去办公室来领。少年团契遐加热小组家己小组加热小组的人唔免得来办公室领，我就统一摕去顶管就会使比较特别讲。具体消息，简城长老的母亲简卓桂花姊妹伫9月初7，蒙主文调安孝主怀，享年93岁。定于10月初5拜六上午8点半，伫河滨景德厅举行入念告别的追思礼拜。下晡3点伫金山平安园举行安放礼拜。有一台游览车下晡1点伫咱桃园教会来集合出发，要前往金山平安园的兄弟到4楼公报拿登记这个报名截止是到9月29请咱还未报名的人咱来继续报名。第二，这个本会陈明凤、于玉基夫妇的囝陈忠信兄弟，甲甘佩囝姊妹定于12月初7，拜六上午10点，伫咱桃园教会的4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请为婚礼的筹备来代祷。礼拜后设席伫彭园巴德馆要参与婚宴的，请到4楼公报拿登记这有哪有时间到10月初6来截止。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头一项我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立凤节伫顶礼拜开这个口头舞然后今仔日转来咱中间来聚会啦感谢上帝嘛顺利开刀来完成安尼两支脚拢已经开了啦两支脚拢开了上要紧的就是要恢复迄个活动慢慢爱恢复活动然后第二个后生永清有伫咱中间嘛来，请站起来，我们欢迎你，来欢迎来，欢迎，请坐请坐请坐那永清今日伫遮，不过因工课伫英国啦甲兄哥做伙拢伫英国咧工课所以愿上帝祝福也帮赞，永清第一遍来到咱中间嘛求上帝祝福。厝内底所有的兄弟囡仔遮个囡仔会当平安这个第二项我特别来推销啦就是请咱会记日来报名咱今年的野外礼拜。所以咱今年野外礼拜要去真理大学，像是今年的野外礼拜是做伙要去，所以要请咱即时就开始报名。即时就开始报名
然后因为这爱准备这个车辆，所以当日咱的教会就无搁举行另外一场礼拜吼，就是大家拢做伙去做礼拜吼。教会准备车，然后报名费每一个人200块，吼囡仔100块，吼就是请咱就做伙去，求上帝帮咱，互咱会当上市，因为今年1月礼拜拄好是咱教会140周年开始第2礼拜吼，咱的教会140周年的139年的生日吼，是这个11月第1礼拜，咱迄礼拜咱有邀请福音歌手来到咱中间来见证，所以要邀请咱大家伫11月开始，咱透过这个活动。也求上帝赏赐，互咱的教会当然咱可能拢只是参与同教会这140年内底的一部分尔啦。有的人参与的时间短，有的人参与的时间较长，总是咱拢参与一部分尔。总是不管安怎，当140周年的时，咱搁伫遮的时，咱着爱好好纪念过去。怎样宣教师来到咱中间宣扬福音的这项代志，然后纪念、记得，然后咱爱做伙来头前迈进，求上帝帮咱，互咱更加知影上帝伫咱中间的心意，这是头一项代志。所以要邀请咱大家爱来报名，爱来报名，所以欢迎咱大家用 QR code 来报名。第二项代志就是要邀请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搁2礼拜后，咱10月6号就要举行教会中级的选举。咱透过举行这个临时的会会员会会，咱伫会中，咱透过这个选举，咱求上帝特别赏赐，互咱的教会刷落来，遮的属灵的领导者有上帝特别的祝福。所以选举其实伫教会内底的选举，其实是为着教会祈祷。所以咱若要选举，其实为着这教会祈祷。这个名单是推荐的名单。咱咧空选的时阵，咱若感觉心有意爱别人吼，不要紧，拢会当添。不过，这是因为小会有征求个人的同意，因愿意互阮来推荐啦，所以是安尼吼。是，这个名单是安尼，所以邀请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上尾一项，咱后礼拜有要举行圣礼典，我要请咱大家特别为着后礼拜要受洗的兄弟姊妹，为因来祈祷，提名为因祈祷，求上帝特别祝福，也祝福咱的教会。咱来唱祝福的歌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会众请起立。Oh
疼，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咧。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会众请坐，敬到一个。平安咧，请向咱边仔头前后壁讲，即个耶稣听你，祝你平安。